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晡日福氣女咧。今晡日介紹了單元咯，大家來講嘛介，大家有發現冇？天氣係講熱熱熱，就係猛硬熱，唔過不下開始要悶了哦。本門調到感覺是海甜甜，唔過其實條個悶呢，有可能會得到一啲嘅呢個平，比如講細細嘅世界可能有流行過嘅電解熱咁樣嘅東西。今日繞牆度可能係類似台灣藝人嘅家己口嘅注意，羅嘉玲先生啦，大家來分享，大家分享你嘅欣賞分享。大家好，我係羅嘉玲，我係台安醫院家庭醫學科嘅醫生。歡迎主任。其實每次邀請主任來到節目地圖，都會覺得很開心，因為覺得這個主任看起來實在是又親和力高，然後又年輕，而且每次來上節目，染都染好上，是真的跟醫生用精油有關嗎？謝謝，主持人也越來越年輕。可是我應該要跟那個羅醫師學習用那個精油，因為醫師之前曾經來到節目地圖，讓大家分享精油。未來如果有機會有什麼新的，我們還是可以好好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實天竺葵精油防蚊的效果很好，你看，順便一講，是不是？你今日講到蚊的有關係，所以那有些精油還是可以防蚊，對不對？對。所以鄉親朋友說，今天到底要講什麼？先讓大家來講一下。我們先從古時候講起好了，就是我記得我念書的時候，那時候先不說念什麼書，那時候有一陣子台灣登革熱大流行，對，然後那時候老師在課堂上都會宣導說大家要注意。那時候登革熱大流行的時候，真的蠻恐怖的，是感覺上好像是一個蠻嚴重的疾病。因為其實登革熱它真的會很高燒以外，病人的疼痛，它俗稱斷骨熱。哦，斷骨熱就是形容你骨頭像斷掉一樣。那病人的疼痛不只是骨頭痛，他眼窩後面也很痛。好，所以其實第一個，感覺是痛在裡面，對，裡面就是好像鑽在裡面這樣子，病人真的是好像快死掉那種感覺。可是其實登革熱更危險的是，它如果重複感染到不同型別的時候，它會有比較高致命的危險。是，這是一個，而且醫師好像剛才一塊寫在線上又復英雄，其實登革熱這個名稱，對，其實登革熱這個東西哦，它的名字叫登革，其實它是從 denk 這個字來。那 denk 這個字其實在非洲話是邪魔的意思。所以大家想想看，如果為什麼？因為如果那樣子登革熱大流行是非常可怕的，對不對？而且在夏天的時候，如果蚊子很多，對，所以其實。就像剛剛線上講的邪魔，因為如果真的得登，它是非常非常疼痛的，對不對？哈，登革這個字後來到日本變成天狗，哦，因為很像嘛，天狗。然後，對，然後登革有天狗燒烤店，它又叫天狗熱。哦，天狗熱，對，所以其實台灣因為以前台灣有一段時間也很流行，現在因為大家的因為這個原因很多啦，因為那時候老師還會說什麼。要注意衛生啊，然後並預防什麼那些什麼蚊子的滋生。其實現在還是每年都有在流行啊，還是有，對，只是大小，然後以及因為像我們現在在台北這邊嘛，對。可是我們講如果說比較偏南部，因為天氣也比較熱了。然後這個時候蚊子滋生也比較多，濕熱的時候，其實我覺得台灣還是一直都有在流行，應該是說蚊子帶來的傳染病從來都沒有真的停過。是的，所以剛剛老兄你們來分享，到底蚊呢，到底帶來的傳染病有哪些？其實這邊有跟大家分享，我們很多有些大家可能蠻熟悉，有些大家可能那是什麼？不過我們挑幾個比較熟悉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對，像大家可以看到，像剛剛提到的登革熱嘛。還有黃熱病，像大家如果有回教徒要去那個麥加朝聖，都一定要打黃熱病的疫苗，或者是像你要去非洲肯亞去旅行，就是它會有一個區域是黃熱病流行的，那主要就是也是那一個區域有很多的蚊子，然後什麼日本腦炎啊、西尼羅病毒啊，這幾個。都屬於一個叫黃病毒科的一個病毒，那它們的特徵就是都很像，就是會引起一些疼痛、發燒啊，然後會影響神經系統啊這些。對，因為像剛剛線上講的，比如說你要去肯亞這種地方旅行，你就要到醫院的打黃熱病旅遊門診，對的旅遊門診去打黃熱病的疫苗，因為你並不知道你起到該片的時候，你會不會突然被
蚊子叮了，防不胜防啊，什么哈？那像日本脑炎最近也在重新推广，成人也要打日本脑炎疫苗。因为小时候我们都有打，可是成人以后，再加上现在旅游很流行嘛，对，还是要打。可是比较麻烦就是其他的都没什么疫苗。是，我们讲的黄热病有疫苗，日本脑炎嘛，对，所以今天让大家来分享诶 ，keep 的讲出来，大家有看到就是兹卡病毒，对不对？然后这个是蚊子传播的其中一个疾病，所以去年台湾就有兹卡病毒的案例。对，那个案例是从越南。带回来的，所以让大家都讲一下，那大家就很多兄弟们就会很陌生啊，兹卡病毒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遥远，对不对？所以兹卡病毒是一个怎么样的病毒？其实兹卡病毒它的症状很像登革热，就它也是会发烧，也是会痛，而且它的痛也是一样，在眼窝后面会痛，可是它的症状比登革热轻。所以这就是当年它被忽略而导致大流行的原因。当年，就是2015到2016年。对，那因为其实意思也没有很久以前，对，刚好就是巴西举办世足赛的那时候。是。那其实兹卡病毒，因为它的症状比较轻，对，而且事实上很多人得了也不知道自己有，然后因为症状很轻，可能就觉得我昨天没睡好啊之类的这样。结果是大概花了1年，巴西政府才发现说这件事情严重了。因为后来发现它会造成，比如说最严重的就是小头症的出现。是，所以医生现在讲到的其实是它的症状，对不对？哇，那很恐怖。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到底是病媒蚊是什么？以及这个我们都好熟悉哦，这个不是什么特殊的蚊子，就是埃及斑蚊跟白线斑蚊。台湾其实也是有的，有，对。大家看到，只要你看到那个蚊子啊飘过去的那一瞬间，你感觉你有看到白白点。你就要有警觉了，因为这2个斑蚊呢都蛮容易传播疾病的，好可怕哦！那如果它跑到我的手这样子打下去，然后有血在上面，就是你已经打了，没办法，这怎么办？它的危险是来自于说，它如果它吸的前一个人或前几个人有人是带有比如像刚刚提到登革热，或者是它有兹卡病毒，那么在经过大概2周的时间呢，这个病菌在它体内就会繁殖成熟，然后它再来叮你的时候，叮下去的那一瞬间，你就会被传染了。好可怕哦！对，或者是它还没有叮下去的时候。看能不能你的速度比它快，把它在用电蚊拍好比较安全。通常都来不及，因为打下去上面都会有血。我们有时候，我们这也不是有时候不小心打蚊子，因为太阳一打，然后它上面就已经有血，那个血有可能就是你自己的血已经被吸了。对，对。不过老大哥再讲一下，这就是以前我们常常会比较熟悉的。在阅读上面，或是老师教的。那以台湾的分布来说，其实白线斑蚊大概全台湾都有分布，但埃及斑蚊比较是在嘉义以南。可是你也知道，就是大家都会来来去去，高铁1个小时、2个小时就到。其实这些蚊虫其实都会蛮容易就分布到各地。是没有错，因为在嘉义以南，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去嘉义出公差，然后被叮了，然后他又回到台北，那他就等于是被传染了。对，所以讲到聊台告诉我讲，其实兹卡病毒其实就像信上讲的，2年是5年是6年其实台流行，不过大家还是很容易忽略这个。那我们让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做来想一下，基本用应该镜头，发烧就是一般大家都会知道，所以会以为是感冒，很难去辨别。是，那他身上也是会出一些疹子。那刚刚我提到说，它跟那个登革热很像，就是它的关节痛，就像骨头的疼痛也是有的。然后头痛啊，还有眼睛后面的疼痛，还有结膜炎，这些都是它的症状。我觉得好特别哈，为什么会有结膜炎？就一般我们讲不是，我只是觉得好问题。对，我没有，只是觉得说有时候你感冒或是什么，大家都是头痛、流鼻水、喉咙痛嘛，就是当然感冒的一般症状是这样。那有时候要提醒你改胸亲朋友，可能你那个不一定是感冒，但是它的症状跟感冒很雷同。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的，如果你真的有结膜炎，一般感冒不会有。不会那么容易，对，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图卡上面并没有特别在强调什么流鼻水啊、咳嗽啊这些，也就是说，其实它的症状还是比较偏向烧、痛
这2个为主。我觉得疹子啦，对，还有疹子，对疹子，因为通常一般我们来判断自己的那个是不是感冒或是什么东西，其实就是从身体的疹子来判断。医生像得了你受到兹卡病毒的感染，那个疹子的，我听说那个发疹，对，是在第一时间吗？我有一些病的疹子是到了中期或是后期，对，中期啦还后期的疹子才会出来，可那时候其实已经中后期了。是，对，他的话也没有到那么中后期啦，但你可能也不见得每个人都会有这些疹子哦。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疹子。其实我觉得兹卡病毒很难的就是，它其实蛮大比例的人是得了真的没有什么明显症状，对，甚至连疹子都不见得会完全的出。他可能就是微微发烧，那疹子甚至可能就是一点点，是，那在初期的时候可能一点点这样，对，那你也不是很明显，就这样过了。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照顾自己的身体，就是你有可能去改性体。如果说你的警觉性够高，你发现一点点，那时候你也不要觉得这个可能还好。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本性上看一下、讨论一下，也许就可以比较更早期发现你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兹卡病毒的传染，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师兄今日大家咧分享咧，相信因为天时日落热热咧，吼，OK， 大家會發現不管係讀哪一篇，不管係門係講熱落熱到，然後講你去到有疫區的地方，對不對？被蚊子咬到，所以還係要注意，其實有可能係講本門的調度，不是一般的蚊子會傳染到茲卡病毒，然後大家要用應該檢討吼。不過講到呢一篇，除了要嘛該檢討，其實大家係很好去了解它到底還是可以怎麼樣的傳染。你先聊下，等下張總來講。今日當然就咧要強調推案依然嘅家事確嘅注意，老家人注意，來到節目地度了，大家咧分享，我們講。本門嘅拗頭的，這個不是只是癢而已，有可能像是登革熱感問題，還有茲卡病毒。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說，我們對這個很陌生。我們一般在醫療單元聊的，無外乎就是三高啊，你知道大家最在意的，對不對？中風啊、扁腦筋啊、性蟲感問題啊、容易血長控制。可是為什麼今不也提到大家來講，好像大家有點陌生的知識，對，而且還蠻為難那個羅主任的哈，因為就是一直好像很多問題要問，是因為其實這種東西比較好像知識比較冷門，大家反而相對忽略，所以我們透過今天的節目提到大家的分享，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你如果越忽略它，一旦發生，它就相對嚴重。對，是不是？因為就是因為你忽略它，所以我們重新來幫大家講一下。因為其實在台灣的二郎系、5年系、6年系其實是有流行的，有被境外傳入，這很可怕。對，我們今天要特別來講的是。醫生，你是不是因為公狗也是現在有分享，就那時候好像在那一段時間，你們本來整個要去中南美開會，對不對？因為其實就是在2015年開始巴西那邊就開始陸續有這個茲卡病毒傳染。對，那可是其實一開始真的沒有人注意它，因為我再次強調，它的症狀就是因為比登革熱很像登革熱，但是比登革熱輕非常多，可能只有1/5的人有明顯症狀。是，那你知道巴西這麼幅員廣大，人口這麼多的地方，所以他們當然沒什麼症狀的時候，他也不會去就醫。對，你懂嗎？他不會去就醫的時候，不會有人警覺到這件事。所以其實大概巴西政府花了一年的時間才發現大事不妙。為什麼是1年？因為為什麼是1年？對，因為其實是得了茲卡病毒以後，對，孕婦會生下小頭症的小孩。應該是那個女生，對，她得了茲卡病毒，然後懷孕，對，是這樣說，對不對？或者是在懷孕過程中得了茲卡病毒。總之。最後生下來的這小頭症是嚴重的智能障礙的，是他的大腦可能幾乎就是只有一般人的1/3之類，等於是他沒有辦法，大腦沒有辦法發育。對，那所以生了一堆小頭症以後，他們才赫然發現，糟糕，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我覺得這種感覺是發現他們有婦女生出小頭症的小孩，然後再去追溯，對，往回追溯，因為10個月懷 baby。然後往回追溯才發現說，因為那時候你感染了什麼病毒，茲卡病毒才造成了小頭症。那時候才知道原來茲卡病毒在那時候是廣泛傳染的。所以那時候我們知道說，巴西在流行的時候，本來要去中南美洲開會，
立刻取消，真的立刻取消，尤其是女生，尤其是女生，全部一致就是不去，因为这个兹卡病毒那是有风险的，你就干脆避免了，对不对？因为相对来说，兹卡病毒是比较不被大家熟悉的，是。那甚至连医疗界当初也不知道它会造成小头症，好可怕哦。对，其实这有一点像是临床上面最后观察才知道的，没有人一开始知道它会这样子。对。那所以发现了这个情形以后，女生不敢去，那男生也不是很敢去，因为后来发现它还可以经由性行为传染。所以这件事真的就太不妙了。是。那而且它的传染期可能可以拖得很长，在你体内的时间可以拖很长，是，甚至高达半年之类的。是。所以最后整个团干脆就取消。所以就是那一次你们的会议是整个都没有了，就干脆不去啊。对啊，怎么办呢？因为你去了，你也有可能甚至背负着回来传给大家的罪名，你懂吗？这太可怕了。对，因为就师兄性上讲，因为他可能很多很多一得倒改时间那个症状都是不明显的，主要是他真的太不明显，而且他有可能是自主免疫力，你有可能就复原了。对，是这样没有错嘛？因为他没有药啦。对，因为他没有药，然后你可能你有可能你就恢复了，这是有可能。对，但是你也有可能就因为这样，你就像性上讲，你如果真的怀孕了，或是你是没有恢复的那一个，或是你传染给别人的那一个，那这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就是传染。那大家会对这件事情比较忽略，是因为台湾并没有造成大流行。可是其实防护做的比较好。在2015、2016那时候，巴西真的全国非常严重，生很多就是小头症的。那事实上，在2016以后，陆陆续续他们有传到世界各地。对，包括一些先进国家，欧美啊，还有我们亚洲区，其实都有传过来的。是。不过说到这边，我们先我们到台大先来讲一下它的传染方式，因为那时候线上又公投嘛，谁来你美不敢因为这样可能它会透过性行为传。我们先讲一个比较基础的。你看，一般基础的就是你看就是它会先由猕猴。最早其实你知道很多疾病，如果大家有看过《危机总动员》这部电影，你就知道，其实，在非洲真的是一个我们讲潘朵拉的盒子。它这很多的疾病会从当地的一些野生的动物，然后因为人类的开发，因为人类本来跟他们是隔远的，本来这些疾病可能在动物之间，或在森林里面，或者是在我们所谓的公园里面，他们现在所谓的国家公园里面。可是因为人类开发以后，这些动物可能也必须出来觅食，或者我们就进入了它的领域，所以你就看了。我是觉得是我们人类侵略他们，就是我说潘朵拉盒子。是。那么他们就会本来在动物之间传播的，就传到人身上了。那传到人身上，因为同属于哺乳类，尤其是猕猴的特别容易，因为我们都很相近的物种。好，那传到人类身上以后，基本上是由蚊子来做传染，也就是说，先叮咬了有病的人，再传给没病的人。可是兹卡病毒比较特殊的就是，后来发现它还可以经由性行为传染，以及从小头症的案例，我们可以知道它可以经过羊水的传染，也就是垂直传染。那这就更增加了它的防堵的困难性。对。我觉得蚊子传染已经很难防堵了。对啊，我觉得笨蚊掉头已经都难了。你如果还能够垂直传染，或者是透过性行为传染的话，那其实更难防堵，非常难防堵。可是动物之间动物有兹卡病毒，比如说猴子，或者是他们动物那个野生动物园里面，他们好像我们都好像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就动物之间的传染，直到它到人类身上。好，所以听起来真的非常的严重。那台大指挥熊，哎呀，医生以下是在吓我们，对不对？到底什么地区很严重？我们来看一下。中南美洲，像刚刚讲的巴西是最主要的地方啦，但其实后来到全世界，甚至欧美国家其实都有，但都不是大流行。那尤其到比较北边，你可以发现它分布的区域都是比较偏热带、亚热带这些区域，主要还是要有蚊子。那所以其实到了比较偏很北的国家来说，比较少。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在亚热带，所以其实台湾还是蛮容易被传染的。那再加上我们邻近的这些东南亚区域，一直也是有非常多的蚊虫的传染病，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蛮留意。尤其要注意一下有没有这类的讯息又开始了，比如接下来夏天又要到了，
那是不是又有这些兹卡病毒的国家出现了？那可能去这些国家的时候要蛮注意，就是在防蚊，以及就是说，如果你是女性，或甚至你已经怀孕的话，你可能要三思。是因为大家可能，我觉得这种事情，好像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的那种感觉。那因为如果说真的很不幸，你去了这个地方，然后你发现这地方有流行，那你又怀孕了。那这时候可能就要很加强，就是你在产检的时候去看小孩子的头大小。对，因为我们一般产检是不会说每一次很频繁的去看他的头的大小嘛，因为产检的那个超音波给付、健保给付，它有一个规定的次数。是。那可是如果说你真的有怀疑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每2周到4周。就要请医生再重新去量他的头的大小，这样算是很频繁的产检，算很频繁了。对，可是照超音波这样子，可以这么精准的去量到那个头围，好像只能……我想应该很少医生敢担这个风险，他一定很不想接这个个案，因为万一出什么状况。是，对啊，我看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医疗的这个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对，另外一个医疗层次的问题。因为主持人问得好，其实即便是这样子，我们还是很难去100%知道说它会不会有智能发展上的问题。我们不确定，对，不确定，就好像这样子，孕妇压力很大，医生压力也很大，所以大家压力都很大。所以我觉得这一集的重要性在于说，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如果一旦开始有这个新闻出现。一旦有开始这个流行出现，不要这么放松。对，预防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因为有时候是一个态度嘛，对不对？对。当然不一定，你不是说你去了你就一定会感染兹卡，可是你不确定。这跟我们刚刚提到黄热病一样，很多台湾去肯亚旅游的，就是大家会发现哦，就是你真的。没有去了解的时候就没有了解。你一旦以了解时间，你发现你去旅游门诊的时候，你发现排队人非常多，真的那个旅游门诊排队人非常多，然后去打疫苗跟去打黄热病疫苗的人非常多，你就会知道，哎，你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警觉心？可是你去问说有没有人他真的去这一类型的国家，他没有打，有。还好啊，我就不要被咬就好了，我就注意，我整天把人封住，你最好穿那个防毒的嘛，从头封到尾。可是你真的只是怕，如果万一，对不对？那问一下，如果真的发现在怀孕的脐橙里面阴堵喉怀疑，或是真的，或是有可能感染兹卡，那真的，这可能就真的要好好的生命中的这个抉择，对不对？你要好好跟医生讨论一下，可是医生可能也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责任。所以一般我们也强调，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必须去，除了防蚊以外，你可能回来的6个月内都要避孕。你不是只有在那个时候要避孕，你回来的6个月内都要避孕。没错，为什么我会说没错的原因是因为，因为我因为我曾经去过一趟肯亚，为什么我会好像跟那个医师虽然是不同的病毒，可是可以有个呼应？因为那时候我去那个肯亚的时候，他发给我一本小册子，就那本小册子我就开始阅读，然后除了打疫苗还要吃药，对，去之前吃。玩回来还要吃很久，就是疟疾的药。对，你一定该种有性侵嘛，就是说你已经堵该在龟嘎转了嘞，已经赶过某买时间，可是你每天还在每个礼拜还在吃一个很奇怪的的药，要再吃1个月。对，然后再吃，然后而且他在手册里面也告诉女生，就是如果你想要怀孕的。那么可能你洗之前让你洗转内过后，你都要避孕，所以那是有个脐橙的哈。所以其实还有多改第四做对老乡亲朋友分享，你聊下，等下张总会讲。大家都会讲的，就是大家可能平常时好冇以了解这些兹卡病毒啊、登革热。因为像上团节目还有讲到，因为去了一趟肯亚，所以他发一个小册子，对不对？然后第读就是新上讲疟疾嘛、蚊子的传染、黄热病嘛。对。然后其实我讲到旅游门诊，对不对？其实像嘉义跟门诊，会不会也是很多人会去问，还是会，或者是问一下说，对，我要去这个地方。最近在流行什么？我要打什么疫苗？那我要不要吃药？这样子。我们真的把医生当成那个百科全书，真的好像是，真的从这个
轻重呀改医疗改地区，真的是问到好像已经跟生活，因为家医科有时候哇，就像家医科或者是你的家庭医师一样，或是什么，真的是什么都在问医师。不过真的旅游的部分就是要来问家医科的，因为其他的疾病来说，所以不是旅游门诊哈，是家医科。旅游门诊是比如说跟疾病管制局有合作，有特殊几个医院，它有一些疫苗的供应。但如果说各位并没有要去太特殊的要打黄热病，或者是有那种一定要特殊疫苗的地区的话，一般如果你自己有任何旅游上的疑问，比如说像我现在要去日本，日本在流行什么，或者是我现在要去美国，这些你觉得可能没有疾病的地方，你其实还是可以问你的家庭医学科医师，因为像日本啊、美国最近都还是有这个麻疹的流行这些。对，哇，所以真的是，如果台大有一款罗医师的门诊，就会很容易把罗医师当百科全书翻书一样来问问题，问到最后连那个旅游，那个医生我最近要去日本玩可以吗？好，变成是这样。所以其实相对的，如果身体有一些不舒适或是什么问题，先去看家医科门诊的时候，其实医师你们在问诊的时候，那个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也会问你有没有旅游史。是，那这一点一定要请大家配合诚实的告知，这很重要。很多人会觉得说奇怪，你跟我去哪里玩？对，一定要诚实。我们通常会问大概1个月内的旅游史，是那比较少再问到超过1个月了啦。但是因为1个月内你可能才会有一些发烧啊这些症状，这样子，对，所以要诚实。对，而且过海关的时候也要诚实。对，因为过海关的时候，你进出海关的时候会有一个那个温度的感测剂。对，但是你知道人性会有点紧张的。如果说你在坐飞机的时候，可能觉得有一点点小发烧的时候，很怕过海关的时候被拦下来，对，而且还故意逃避，或者是因为会不会有人故意先吃一个退烧药？其实有，因为其实我平常假如去跟团旅行的时候，坦白说，我不会太常讲我是医生嘛，我也想休息一下，我就是个普通人，免得那个旅行的过程当中一直在问诊，变医疗团。对。那有时候就会真的侧面听到，就有就是同团的人就会说啊，我今天有点发烧糟糕，等一下要上飞机。那我赶快来吃退烧药，先给我吃一颗，因为我不会给他退烧药。对，他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想要这样做。不行。对，但我说真的，我不建议哦，因为我觉得今天如果你真的已经有一个感染病的时候，你其实甚至你应该要自主就要隔离了。你可能回来的时候，你就要先隔离1个礼拜，确定自己没有其他的并发症，那甚至也需要就医，而免得说你其实有一个严重的感染症，可是你却到处去走，而造成甚至国家级的恐慌都有可能。有，其实在台湾过去曾经就有这样子的案例，他可能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类似从越南回来还怎么样，就他可能没有通报，还自己一下又坐高铁去哪里，然后整个台湾走来走去。对。也没有带来什么样严重的疫情，可是也有可能因为你这样子的没有自主隔离，或者是你忽略的一个行为，最后就像线上讲的，去扁心嘴咪扁的这样规嘎给改一种的一种严重的问题。过海关的时候不用太紧张，因为你如果真的有发烧，那你可能会被登记，会被稍微。其实不是，是因为你过海关发烧被拦下，大家都会看你，旁边一直看你，你发烧。对，主要大家还是要相信，就是说我们的公卫系统需要大家的努力。是，对，因为赌节目地主长楼咖喱线上大嘴护工都其实推翻改公卫系统，其实整个网络跟整个 SOP 其实可以走到一吼，对不对？真的走到一吼，不过师兄线上金明讲其实这也是要大家的配合。对，如果只是一群人一直努力，可是你一直不配合，你不自主隔离，你跑来跑去，你一直闪躲，其实你是有可能让变成一个漏洞。对，不过讲到台大所谓问，哎呀，除了疫苗，形容了我们刚提到疟疾的问题、黄热病的问题，对不对？然后根本讲到兹卡病毒到底要怎么样预防呢？对，虽然很困难，不过还是要来提醒大家一下来兹卡病毒的预防。当然我们要避免病媒蚊的叮咬哦，超难。还是要避免。大家要注意，就是说，你如果穿深色的那种衣裤，的话，其实是比较容易吸引蚊虫。真的。对，然后所以通常你看我们这边画的是浅色的衣裤，那而且要长袖的。是。你知道暴露的地方越多，当然孔隙越多，它就会越有可能。然后再来，还是难以避免，就是必须要用防蚊液。
那目前证实比较有效的还是有含 DEET 的这个防蚊液会比较有效。我不晓得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其实。那时候去挂旅游门诊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除了打针、吃药之外，台大是为熊狗以卖防蚊液嘛，就是多层保护，除了打针、吃药、穿长裤、长袖，还要买防蚊。可那时候我就会发现，医院合作的那个防蚊液。跟我一般在开架时看到的防蚊液有蛮大的落差，对。然后我就有一种听说，marketing 哦，台家只会讲，哎呀，其实你在外面那个防蚊液其实并没有真的有效果，其实不是很好。对，他就说你那个其实没有，因为很多的市售的防蚊液，它会比较强调就是草本。然后它可能重视香味的调整，是。那它可能因为它是开价卖嘛，对，所以你并不知道你的对象是小 baby 还是谁，所以一般来说他们的药性成分就会比较低，因为它没有办法1对1咨询说哦好可以，你可以用这种浓度的这种，所以一般来说如果真的要去玩的话，可能去旅游门诊你可以去咨询一下说比如我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身份，我是小 baby 孕妇。还是我是普通成人，对，那我要去的国家，它现在疫情有多严重，对，来决定说你到底要用到哪个层级的防蚊液。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可能动改用气朋友还讲，你下可能膝盖朋友可能没有 no fight 天空，他因为很多人会这样，我去玩用那个防蚊液都嘛没用，其实我心里就知道对没有用，因为我也是因为后来医师比较详细的解说之后，因为发莲很多人去花莲玩3天2夜什么回来很容易被蚊子咬。我们讲的不是这么严重的这种传染疾病，譬如小黑蚊或是你咬到很多手脚很多包，那就都妈妈是会讲，我已经帮他喷好多防蚊液。可是事实上我也是因为那时候去挂了旅游门诊，医生说。其实没有很大的效果，我说那为什么要喷？他说你可以喷安心。我说喷安心，医师真的这样讲。我说那什么是有效？他说那当然是这个才有效。所以后来我才买要含 DEET 的。对，这边就是特别提出来跟观众朋友，医生你应该常常听到很多朋友会讲，我喷那个防蚊液没有效。对。那可是因为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去在台湾爬山那些，可能影响还不大。不过如果你真的要去疫区的话，要好好考量。是。那另外就是说积水容器的部分，我要特别再讲一下哦。有一阵子我们的学生哦，我有负责带学生，我们学生会跟着卫生所，现在叫健康服务中心。去清理积水的区域，去看说哪里有积水，要跟里长讲，要跟住户讲。怎么会是老师的学生？因为我们跟健康服务中心合作哦，所以他们会帮我们带学生，就是带1天，然后带他们去抓蚊子、抓孑孓。目的是这就是我觉得台湾公卫系统强大的地方。是，就最好的除掉疾病的方式是预防。那以蚊子来说，其实你就是不能让有孑孓生长，就是要环境清洁嘛。那可是你知道它在多小的地方就可以生长吗？它在一朵花的里面就可以生长。花也可以，对。然后你觉得容器我们很容易理解嘛？对，滋生病媒蚊就是容器嘛，不要积水，旁边要干净要干燥，连花朵也可以。对，花朵啊，或者是像大家有人种那个铁树，有没有？铁树不是它在靠近中心的地方，它可能会有积水，那个都可以长。然后再来，比如说我们有遇过，就是在学校操场。那个防水布这样稍微折起来的地方，一个这么小的凹槽就一堆孑孓，所以我会觉得说，大家可能在帮这种事情，不能真的只靠政府来做，自己家里，比如我刚刚为什么特别提花，你家里如果有种花种草，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它花朵的中心有没有积了很多水，你要把它稍微弯掉，把它倒掉。哇，所以这跟园艺也有很大的关系哦。所以特别是你看，这是医生真的分享的很细节。不过讲到两片，其实我们刚刚也讲，传染途径除了医生说的蚊子的传染，输血也会，性行为也会，所以这些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对不对？好，所以追觅到台高的狗，你看就是你看来离开兹卡流行地区哈，请1个月内暂缓捐血。对，好，然后6个月内，如果怀孕这件事情要特别注意。对，其实是不论有没有症状，因为再次强调，我觉得兹卡病毒危险的地方在于说，它大概只有1/5的人有明显的症状，所以你可能你觉得说我还好，我去了一趟，可是我没有症状，我回来应该没事吧？
但你只要有去了疫区，哈，那你一定回来半年内，你都要安全性行为，不要怀孕，会比较安全。是。最后，嘴妹节目要结束之前，帮大家复习一下哈，因为其实登革热还是台湾会，因为我们讲兹卡病毒，毕竟还是在中南美，像大家线上讲的巴西嘛，对境外的一个传染，可登革热是在台湾我们自己岛内都会有的，所以其实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所以讲大家要出现都安用盖警惕，不要以为就一定是感冒而已，对不对？头哪痛。食欲不振，可是特别注意是关节痛啦，对不对？骨头的痛、出肿、眼窝痛，对，眼窝痛哈，头痛、高烧，就是大家会以为是昏斗，那特别注意的，你有没有出疹？你有没有关节痛？有时候肌肉痛，感冒也会肌肉痛。对，但是他那种痛，我们讲断骨热，他真的是痛到骨头里面去。我病人都刚刚跟我说，他痛得快死掉了。对，所以特别要注意哈。那因为登革热比较危险，是你如果重复感染到不同型的，对，会比较容易出血，那就有致命的危险。是，所以其实有时候小的地方也先注意，变养宠时是动难的哈。所以乡亲朋友，可能基本上起来你个单元，你绕墙头心脏那度节目地图，大家可能对你个门的穿改平有好多个了解，希望今改修补大家这些动作。非常感谢线上那度节目地图，有機會接來。好，3年下來做論壇了。